好，咁各位中一嘅同學，大家好啦，我係 Miss Lau 啦。咁話咁快，定已經去到第二個單元啦，就係秦代嘅統一同埋啲統治措施同埋滅亡嘅原因啦。咁首先我哋做咗呢個課前熱身先啦。唔知大家對於秦始皇有冇啲咩認識咧？咁樣喺開始之先咧，我要俾你睇一幅咧網上面對於秦始皇嘅描繪嘅圖畫啦。咁應該而家咧好多嘅媒體啦都有轉載到呢幅相片嘅。咁啊，秦始皇咧騎咗係一隻北極熊嘅上面喎。咁啊，跟住寫住早安啦，我親愛嘅朋友，秦始皇騎北極熊啦，嚟同你哋講早晨咁樣。咁究竟呢幅相片上面秦始皇騎北極熊係咪真係發生過嘅咧？究竟呢幅相片有幾多係真，幾多係假嘅咧？咁相信咁聰明嘅同學仔都估到啦，呢幅相片係用人工智能 AI 咧去 gen 出嚟嘅，咁所以咧內容係虛構嘅。而當時北極熊應該唔存在喺中國嘅地區啦，佢係一個嚴寒嘅地區先能夠生存噶嘛。咁所以咧，希望同學讀中國歷史嘅時候，你可能坊間會見到一啲嘅介紹啦、圖片啦咁樣，但係都唔能夠完全係信以為真嘅，都要有自己嘅判斷能力嘅。咁啊，去翻本書先啦。咁書嘅44版啦。咁啊，戰國末年啦，秦國咧有個大臣叫做衛繚啦。咁就曾經咁樣形容秦王政嘅，佢就話啦：秦王高鼻，眼睛長啦，胸口挺拔，聲線好似豺狼咁樣，兇狠咧，狡詐嘅。身處困境嘅時候咧，就需要人哋幫啊嘛，所以就對人好有禮貌咯。但係咧，得志嘅時候就會殘害別人啦。咁咧睇完之後咧，都有啲負面嘅評價。咁同學可以喺右面畫翻秦始皇個樣出嚟啦。咁呢度咧就展示咗少少，即係但未完成嘅。咁你可以自己去畫埋佢啦。咁同埋我哋可以喺讀呢一課嘅時候，諗下究竟秦始皇係咪真係好似啲衛繚講到咁樣咧？咁冇仁義道德咧，咁殘暴咧，定係啲人冤枉咗佢咧？好啦，根據以上資料形容，秦始皇嘅性格啦，咁你覺得咧佢係用咗邊一個學派嘅思想去治理國家嘅咧？我哋之前咧睇諸子百家爭鳴有講到儒家、法家、道家、墨家，仲有其他農家、名家、陰陽家嗰啲啊嘛。咁啊，秦始皇施行嘅政策啦，係咩嘅思想咧？法家厲行法治啊，儒家嘅仁智德治啊，定係道家嘅無為而治咧？咁應該係法家嘅統治啦。因為之前秦國就算係未統一啦，咁都用商鞅去推行變法，都係好重視一啲嘅法律噶嘛，又實行咗秦律噶嘛，亦都有閒年助法噶嘛。即係如果你一個人犯法嘅話咧，係會牽連到咧成個家族啦，即係諸三族啦，又或者係牽連到鄉里嘅鄉親嘅。咁希望同學通過呢個單元啦，了解到點解秦國可以成功咧消滅六國啦、統一天下啦，同埋究竟秦始皇喺政治啦、軍事啦、文化經濟方面施行咗啲咩措施咧？而啲措施對於後世有啲咩影響咧？好啦，45版啦。咁咧，秦國咧之所以能夠變得咁強大啦，都係有賴於商鞅變法嘅。咁當時咧，商鞅變法咧都令到咧秦國個軍事嘅戰鬥能力啦提升。因為如果你願意咧去參與一啲嘅戰爭嘅時候咧，而又能夠立功咧，咁係可以獲得獎勵噶嘛。咁所以咧，好多嘅平民百姓都好積極咁投身喺戰爭入面啦。咁同埋就係頭先所講啦，啲法例咧夠嚴苛啊嘛，咁所以啲人民就可以好自律咁去遵守啦，有阻嚇力啦，咁所以咧，以法治國呢個成效係好顯著嘅。咁喺東方咧，六國咧都曾經咧面對住秦國咁強大嘅情形啦，就諗住用合縱咧去抵抗秦國嘅。合縱係啲咩咧？就好似左面呢幅圖畫咁樣啦。咁啊，合縱係由蘇秦咧去提出嘅。咁咧就諗住咧。即係韓趙魏楚燕齊呢六個國家啦，就結成一條中線咁樣啦，去團結對抗秦國啦。但結果咧就係唔成功嘅。咁因為咧秦國咧就採用咗連環計，連環計即係秦國咧逐一咁樣去同燕國啦、趙國、魏國、齊國、韓國同埋楚國打好關係。咁咧就再去咧，即係逐一去同佢打好關係，消滅晒六個國家啦。
咁另外秦國用咗一個好精明嘅方法，就係遠交近攻。遠交近攻個意思即係同一啲遙遠啲嘅諸侯國結交，然後消滅啲比較近嘅諸侯國。咁佢咧就選擇咗同齊國啦，同埋楚國咧交好。咁你望下幅圖畫都知啦，即係齊國喺呢一度咁啊，第六個。咁啊，楚國咧就喺呢一度淮河落少少啦，咁樣。咁咧最後咧秦始皇咧係即係先消滅齊國嘅。咁但係佢選擇咗咧同齊同楚咧即係打定咗關係之後咧，就首先就即係處理咗呢啲比較近啲嘅，例如韓國啦、魏國啦、趙國啦咁樣。咁咧戰國去到後期嘅時候咧，喺長平之戰入面啊，秦軍亦都咧打敗埋咧唯一可以抗衡到秦國嘅趙國，咁所以咧其他國家咧都即係好渣啦，都冇能力可以抵抗到秦國。咁最後啦，喺秦王政咧在位嘅時候啦，就用咗離間計，就去分化六個國家啦。咁所以咧，即係好成功咁樣咧，消滅晒韓趙魏楚燕齊呢六個諸侯國。而韓趙魏楚燕齊就係消滅嗰個先後次序。咁呢個同學咧喺溫書嘅時候要記啦。咁係公元前221年就完成咗成個統一大業啦。咁所以呢幅圖畫都好重要㗎，因為咧佢係即係可以顯示到究竟秦國咧去滅六國嗰個策略啦，同埋六國嗰個勢力嘅範圍。咁然後我哋咧就去46版啦，就係咧秦國點解可以能夠統一天下咧？咁主要有三大原因。第一個原因係地理上面有優勢。咁好多時我哋話咧，啲君主能夠統一都係天時地利人和。咁地利就係因為秦始皇啦，即係秦國啦，係處於咧黃河中上游嘅關中地區，土地比較肥沃嘅，地勢比較險要，同埋你睇翻前面嘅圖畫。地圖嗰度咧顯示到秦國咧係喺咩方位噶？東南西西面噶嘛，渭河流域嘅上游噶嘛。咁所以咧西方嘅諸侯國啦，即係可以好輕易咁避開咗東面嘅一啲戰爭，咁就能夠保存到實力啦。所以咧書入邊係咁講啦，即係秦能夠據守四方，好少會參與到東方唔同國家嘅混戰，所以最後能夠累積國力啦。一炮過咁樣消滅晒六個諸侯國，韓趙魏楚燕齊。而第二個啦，除咗頭先所講嘅地理啦，人和就係咧，秦國咧唔同嘅國君都好善於利用唔同嘅人才去治理國家嘅。例如秦孝公嘅時候就用咗商鞅，秦惠王嘅時候用咗張儀，秦趙王嘅時候用咗范雎，秦王政即係秦始皇啦就用咗李斯。咁但係咧。你發唔發覺一個共通點啊？呢啲人係咩人嚟？呢啲客僚係咩人嚟噶？呢啲客卿係咩人嚟噶？咦，佢哋係嚟自唔同國家噶喎，即係商鞅係衛國人啦，張儀係魏國啦，范雎係魏國啦，李斯係楚國。哇，咁有咩問題啊？佢哋嚟自唔同國家，我點知道佢哋會唔會做僞仔去出賣我哋噶？將我哋秦國嘅嘢話翻俾佢哋諸侯國聽噶，即係咁樣，商鞅可以自己收集咗秦國嘅情報之後，同翻衛國嘅君主講噶喎。咁我哋咪即係會面對呢啲國家安全嘅威脅咯。咁但係咧，當時咧秦國嘅國君都好信任啲客卿嘅，咁所以咧，只要嗰啲人咧係有才能嘅話咧。當時嘅秦國君主都會好好咁利用嘅，咁所以商鞅咧能夠咧喺孝公咧在位嘅時候推行變法啦，而咧張儀又提倡連環計啦，破解咗六國嘅合縱啦，范雎就用遠交近攻嘅方式啦去吞併六國啦，李斯就行離間計啦咁樣，咁所以咧喺咁多咧客卿嘅即係帶領之下啦，建議之下啦，咁秦國嘅國力咧不斷咁提升。咁所以咧，啱啱所講啦，可能有僞仔啊，所以當時有啲人咧就提出話要逐客令啊，就要將呢啲咁樣嘅商鞅啊、張儀啊、范雎等嘅一啲客卿咧逐出秦國啊，避免佢哋咧做出一啲即係反叛啦、秦國嘅行為。
好，第三樣嘢就係民心趨向。春秋戰國時期係長期分裂噶嘛，而且分裂個時間都好長喎，500幾年喎。咁啲人咧打仗打得耐，都希望能夠快啲和平，快啲統一嘅。咁所以咧，啲人都即係唔希望再過住呢種顛沛流離啦，即係又成日都會失去居所嘅生活啦。咁就好希望能夠有一個統治者能夠咧統一天下，結束咧呢種紛爭嘅局面。咁所以咧，當時有一個比較強大啲嘅諸侯國啦，秦國，亦都係一種民眾寄望統一嘅一個即係對象啦。咁所以秦國統一嘅時候咧，可以得到民眾嘅支持啦，亦都係當時咧春秋戰國分裂時代之下嘅一個趨勢嚟嘅。好啦，